各位街坊，大家好啊！我係何家媽媽，歡迎收睇今日嘅節目。最近網上瘋傳一個講法，話2026年國際上邊認定咗幾種生果係致癌嘅，仲話外國已經禁咗唔俾賣，但係我哋中國人竟然仲日日當飯咁食，外國已經完全冇人敢掂。你聽到呢度係咪好驚呢？我都好驚㗎，所以我特登湊晒啲國際報告出嚟，逐樣同大家一齊拆解，究竟係真定係假？邊啲真係食得，邊啲真係唔食得？保證你睇完之後一定有意想唔到嘅收穫。首先，我哋嚟講第一樣，被屈得最慘嘅香蕉。網上嘅文章話香蕉含有輻射，食得多致癌。大佬啊，香蕉的確有輻射㗎，因為佢有鎘，四十呢種天然放射性物質。但係你知唔知，你要一口氣食9萬隻香蕉，個輻射量先至如照一次肺部 CT 啫。你估你係大胃王咩？況且人體會自己新陳代謝排走㗎。所以香蕉放心食啦，完全冇問題。跟住第二樣聖女果，係我哋成日講嘅車厘茄，好多人話佢係轉基因怪物，食咗會改變基因㗎。查實呢，車厘茄係最原始嘅番茄品種嚟㗎，即係冇咁大隻嘅番茄，同轉基因完全冇半毫子關係。你當佢係迷你版番茄就得啦，食幾多都冇事㗎。第三樣提子，即係葡萄，好多人見到提子表面嗰層白色嘅嘢，就話係農藥殘留，要浸鹽水，仲要浸好耐先至敢食。查實呢層白粉叫做果粉，係提子自己分泌出嚟嘅，保護自己嘅嗰層天然蠟質嚟嘅。完全冇毒，用水沖一沖就食得，唔使自己嚇自己。所以以上三樣全部都係流料，即係假消息，大家可以安心照食㗎。真正嘅致癌水果係呢兩樣。講完流嘢，我哋而家嚟講堅嘢。世界衛生組織底下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確實有將兩樣同生果有關嘅列為第一類致癌物，即係對人類有明確嘅致癌物質。第一樣就係檳榔。檳榔雖然嚴格嚟講係果類，但係喺好多地方，包括我哋中國內地、台灣，仲有人當口香糖咁日日嚼。檳榔入邊有檳榔鹼，會直接損傷口腔黏膜，令到口腔纖維化，最後演變成口腔癌。呢樣嘢國際癌症研究機構一早就列為一類致癌物啦，真係食唔得㗎，勸大家快啲戒咗佢。第二樣發霉腐爛嘅生果，呢個先係最大嘅隱形殺手嚟嘅。好多阿婆阿媽，甚至係後生仔，見到生果爛咗一忽，覺得細細地就切開個爛嘅個忽，淨係食好嘅個忽。其實咁樣做係大錯特錯。生果一爛就會產生鹼青霉素，如果係發霉嘅話，仲會產生全世界最毒嘅黃曲霉素。呢啲毒素唔會淨係留喺啲爛嘅嗰度㗎，佢嘅細菌會好似蜘蛛網咁樣滲透晒成個生果。你好嘅嗰忽其實都已經有毒素啦。黃曲霉素有幾毒？毒性係砒霜嘅68倍。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同樣列為一級致癌物，同肝癌有直接嘅關係㗎。所以呢，見到啲爛生果，唔好以為爛一啲劑，又唔想嘥咗嗰個，挖咗個忽就咁食，
其實係大錯特錯，成個等咗佢，咁先至係等於保命。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嚟講返個標題，話外國已經禁止銷售，究竟指邊啲呢？查實真係有一種生果相關嘅產品被澳洲、新西蘭等地區立法禁止銷售㗎。不過佢唔係橙，唔係香蕉，而係生嘅北杏，即係我哋平時講嘅苦杏仁。根據澳洲以及新西蘭食品安全局明文規定，係禁止售賣未經處理過嘅生苦杏仁㗎。點解？因為佢含有氰鈉，食落肚之後喺人體入邊會分解變成氰化物，即係我哋廣州話講嘅生哀。澳洲曾經有人食咗送入 ICU 㗎，所以先禁得咁嚴。但係大家要分清楚，呢隻杏仁指嘅係藥用嗰種苦杏仁，唔係我哋平時當零食食嘅嗰隻大杏仁啊。我哋成日食嘅堅果杏仁係完全冇事嘅，放心食。所以國外已經禁止銷售，呢句話真係有咁嘅事㗎。不過只係針對苦杏仁，大家千祈唔好搞混咗啦。好啦，講完邊啲食得，邊啲唔食得，我相信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係，咁我哋平時去買生果，究竟應該點揀？食乜嘢先至最穩陣、最安全？我綜合咗食品安全專家同埋營養師嘅建議，俾大家5大貼士，跟住做，包你食得安心又健康。第一，揀生果要識得揀，就係要睇外表，有冇淤傷，有冇甩突，有冇霉點，只要有少少爛，即刻放低。第二，買幾多食幾多，千祈唔好囤貨。好多人習慣一次性買一大堆返屋企擺住，諗住方便，但係生果擺得耐，就算雪住，營養都會流失。第三，唔同嘅生果有唔同嘅儲存方法，呢個好多人忽略㗎。蘋果、橙、提子呢類呢係可以雪嘅，但係香蕉、芒果、火龍果呢啲熱帶生果，雪過之後就容易變黑變爛，擺喺室溫陰涼處放低就得啦。仲有蘋果同香蕉會釋放乙烯，會催熟旁邊啲生果，所以最好分開嚟放，唔好擺埋一齊啊。貼士4，好多人習慣切開嘅生果先洗，咁樣反而將表面嘅污糟嘢帶入咗果肉入邊。正確嘅做法一定係用水沖乾淨表面先至嚟切開。如果係提子、士多啤梨呢類，就可以用淡鹽水浸佢5至10分鐘，再用流水嚟沖一沖就乾淨啦。可以去除表面嘅農藥殘留，咁樣俾細路仔食得都安心。最後呢，再補充多一句，其實冇一種生果係絕對危險嘅，危險只係食法唔啱同埋儲存唔好。只要你買到新鮮、洗得乾淨、擺得啱，爛咗就丟。每日食200至350克生果，反而可以降低心血管同埋癌症嘅風險㗎。所以唔好再俾啲標題黨嚇親啊！放心買，放心食，最緊要係要識得揀。好啦，今日條片呢就分享到呢度啦，覺得有用嘅朋友就轉發俾屋企鍾意食生果嘅朋友一齊嚟睇下啦。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